近排咧呢一個星期眼發炎，於是咧就一路都想拍片，但係都真係個樣唔見得人。不過咧過去呢個星期咧，因為都有啲重要嘅服務或者一啲重要嘅客戶要跟進，就唯有照唔化妝，戴住眼鏡，即係一隻眼又紅晒咁去見客。有一啲服務係一定要嗰個時間去處理，咁所以都真係唔可以話唔做啦。咁甚至乎有一啲客戶可能好忙，約咗幾個月，佢又真係得嗰日先得閒，咁自己都把握嚇。雖然個樣就核突啲，不過都希望個客戶唔好介意啦。咁出到去見其中一個客戶嘅時候咧，個客戶咧因為佢都想攞錢啦，就去有一啲新嘅人生嘅 planning。咁跟住我就話俾佢聽，我話：其實呢個禮拜咧，真係即係戴住眼鏡冇化妝去見客咧，其實我自己都唔係好接受得到。不過真係冇辦法。不過個客人咧就鼓勵就係其實咧客人唔係因為你嘅樣而信你嘅，而係因為你真係專業幫到佢哋，唔係太重要嘅嚇。咁客人咁講咧，我都感謝佢咁鼓勵我啦嚇。其實上個禮拜有一個 topic 咧，我就已經好想拍嘅。咁咧就係喺東張西望裏邊咧，夜晚黑食飯嘅時候就睇到就見到咧有一個長者啦，咁佢咧就去到銀行，就話銀行咧同佢銷售一張100萬嘅保單，及後咧就發覺，咦，點解每個月都俾嘅錢都唔一樣咧？咁有時佢俾多，有陣時俾少。咁跟住再去了解嘅時候咧，先至發覺原來自己係買咗一張保單融資嘅保單，似乎自己個經濟能力又未必負擔得到，咁又好似糊裡糊塗，唔係好清楚之下咧，咁就覺得點算好咧？係啦，又爭緊銀行錢，跟住就報咗東張西望。當我喺電視睇到呢一個事件嘅時候咧，誒、其實保費融資咧，事實上係一個相對比較複雜嘅產品嚟嘅。咁佢咧係利用保單一啲一次性繳費嘅保單，而保單裏邊咧有一啲嘅保證現金價值，再加上用銀行貸款。而銀行又會俾一個貸款嘅利息嘅客人，跟住咧可能銀行嗰個職員就會同佢講話你預計呢張保單3年到大約咧就你 keep 住淨係俾利息成本咁如果 keep 住嚟緊一路減息咧你大約都會有20% 嘅增長個戶口值咁以我近期呢幾個月聽到我自己有啲客戶咧，佢哋都係話銀行咁樣同佢咁講嘅。我自己啲客戶佢哋做嘅銀碼更加大啦，係經一啲 broker 再同一啲大嘅銀行聯成，跟住去做呢啲保費融資嘅保單啦通常保費融資嘅保單咧，喺我自己理解咧，就一般普通平民百姓、普通客戶咧，就真係未必會接觸到嘅因為咧確實個客人咧買張保單咧，佢唔係因為想買保險只不過想借用保險呢個工具有個槓桿嘅原理，而跟住食住個市場有個息差，跟住咧就中間賺嗰個利息嘅差距嘅啫其實係一個我覺得算係高風險嘅投資就唔可以講係買保單係兩回事嚟嘅，我自己理解咁我自己嘅客戶佢哋去到同一啲
broker 同佢哋傾係啦，一次性買一啲大額嘅保單，跟住由銀行又融資借錢俾佢，跟住銀行又點樣以一個利息同佢借貸，咁樣跟住同佢講3年咧，以呢張保單咧就可以令到個客人賺到20%啦。呢一類保費融資保單咧，係由上年年尾開始咧，就銀行已經係有同唔同客人去講啦。主要咧就係當全世界大家收到個信息會減息開始咧，咁通常咧就會有一班顧問，佢哋咧就會用呢個減息嘅息差咧，去同一啲想要短期回報嘅客人咧，就去做呢一類嘅投資嘅嚇。咁但係我自己咧，其實就好少去同客人講呢一類嘅有槓桿式嘅投資嘅。我自己多數啲客人客都真係有實錢去買保單，買幾多就保幾多，就即係唔會話用融資嘅方法啦，借錢嘅方法啦。第二咧就係其實呢啲工具咧，對客人嚟講只係一個短線嘅投資回報啦。咁但係我自己就睇唔通點解咁肯定長期會減息啦？個週期啊。咁當然你話喺上年係啦，開始話減息喎，咁就一窩蜂就好多銀行就嘅顧問就同客人去銷售呢啲保單啦。我自己都知道有好多客人覺得係喎減息喎咁，而佢哋預期個減息嘅週期可能講緊係2-3年嚇。咁但係世事難料啦嚇，大家點估到今年2月開始係打仗啦。咁雖然打仗咧都似乎個股市冇乜影響啦嚇。不過剛剛喺過去2日咧，即係美國咧亦都公布咗嗰個通脹率啦嚇，超過4%。咁當通脹率超過4%嘅時候咧，事實上就唔可能再減息，反而係要加息。投資世界事實上係好複雜嘅。喺今年年初個客人預咗或者個顧問個 broker 同佢講3年就預計減息，跟住喺呢個減息期內佢 cap 咗大約個貸款利息係幾多，就預計個保單係賺幾多。除咗我覺得係嗰個減息週期我控制唔到之外咧，就係一次性嘅保單咧，通常都係由保證同埋非保證紅利而組成。講得係非保證嘅，尤其是咁短期啦2-3年，咁點肯定嗰個非保證係一定派得到咧嚇？咁呢個都係你話我說服唔到自己點樣去同個客去計所謂嘅回報嚇。我覺得太多不確定性嚇。可能我講咁耐咧，仍然有好多客人係都未必太了解保費融資係乜嘢嚇。不過譬如好似我自己個客人咧，佢就話：佢好清晰嚇，佢就知道咧今日例如佢一張$1000,000嘅保單，而銀行咧就可以貸款到呢張保單嘅現金價值嘅80%，咁現金價值通常都係80%到啦。通常你預計係按揭到嗰張保單，可能係60%或者70%到啦。咁餘數個客只係需要俾40%啦，係啦。咁個客人只需要俾40%嘅錢嚇，咁而佢哋又同銀行傾到，佢哋覺得係一個合理嘅息口啦嚇。咁而當中加上保單係啦，未來預計3年後個非保證紅利大約個戶口值去到幾多，咁而跟住佢哋還原出嚟咧，就計到有20% 回報俾個客人啦。咁當個客人覺得哇，咁我攞咁少嘅錢出嚟，但係我又可以有成20% 嘅回報，咁佢就覺得好多嚇。
咁而我個客人咧，佢都知自己唔係買緊保險，係買緊一個投資工具嚇。每一個人客佢有幾清楚佢自己做緊嗰個投資嘅風險咧，係好重要嘅嚇。咁例如而家嚇啱啱前兩日係啦，就講美國個通脹率高過4啦，係有機會加息。咁即係咧，今次嗰個減息週期咧，其實非常之短。咁當然冇人知嚟緊特朗普即係會唔會真係佢就好想繼續減息啦，係嘛？但係市場出嚟嘅數據又似乎係要加息咁呢啲咁複雜嘅投資嘅項目咧，都係交俾嗰啲統治嘅人或者啲財經人去決定啦不過既然我哋大方向知道唔會減息。唔好唔講加息先啦，唔會再減息。咁究竟個客嗰個回報利潤又係咪真係咁高咧？咁當個客人投保嘅時候，佢明白嘅，佢覺得可以嘅，承擔到風險嘅，咁佢咪簽咯。但係喺東張西望 case 咧，嗰個投保人即係似乎係一個長者啦，好似60零歲左右啦。都係感覺上都係似一般平民百姓啦其實係咪行入銀行咁容易理解到咁複雜嘅投資工具咧？呢個我係有懷疑嘅，甚至乎個客係咪好清楚其實佢係唔係買緊即係一張保單咧其實係買緊一啲短期嘅投資工具咧咁呢啲複雜嘅投資工具咧，都唔係咁多保險顧問好熟悉，何況你要一個普通嘅客人去理解，佢本身唔係專業投資者，我覺得更加難明白更加難明白咁你話咁點解個銀行經理會介紹呢啲產品俾嗰個60幾歲嘅投保人咧點解唔簡簡單單即係做一張正常嘅保單咧？60幾歲有機會，如果買正常保單個健康狀況未必買到人壽額啦。咁如果用一張正常嘅保單買嗰個儲蓄嘅保額，亦都會細啲啦但係用呢啲槓桿式原理嘅保單，因為用槓桿嘛，所以個保單就可以做大咗啦當我當日睇完呢個新聞嘅時候咧，我都覺得，真係唔係咁容易普通人明白到嘅保費融資項目，係咪真係個客人去多幾次銀行，嗰個銀行經理就可以講解得到，令到個客人容易明白咧？我覺得唔係咁容易嘅真係唔係咁容易嘅即使我哋係保險顧問咧，都唔係所有同事咁容易理解當中嘅運作你就簡單啲，實事求是個客想買保險，咪買保險咯買儲錢，咪買儲錢咯，就唔好牽涉貸款呢類型嘅形式係啦，即係令到個客嘅風險加強啦其咧，即係各大銀行都有同唔同嘅保險公司掛鈎啦。有陣時啲客人就覺得，同銀行買就信心大啲咯，因為有間地鋪喺度咯不過我自己覺得就係銀行嗰個經理佢哋都會離職啦，都會可能另謀高就啦，係嘛？亦都有機會轉分行啦。自己問大部分所有客人，佢哋自己喺銀行跟服務嗰個經理咧，好多時都轉人咁呢個係因為銀行嗰個升職制度或者每個月要求嗰啲經理做嗰個生意額又同保險顧問有好唔同嘅大家計算方法。所以如果你話覺得保險顧問好似離職都好容易嘅話，咁反而有陣時我覺得銀行嗰個要求更加令到嗰個銀行經理咧係不停轉完又轉，轉完又轉。咁與其你買嗰張保單，你係都係想揾一個信得過嘅顧問，係啦。
就可以由認識你嘅時候，大家知道你嘅情況，跟住去買嗰張保單。點解唔俾機會真係保險公司嘅顧問去服務你咧？嚇、即係成日睇電視一個電片廣告，我都覺得幾有趣。即係喺一間 7-Eleven 裏邊嚇，嗰個 7-Eleven 嘅店員就見到唔同嘅顧客經電話就俾電騙嚇，有啲係騙財嚇，有啲係騙去投資，有啲係騙感情嚇。咁但係咧，跟住嗰個店員就直接企喺佢面前，一個真人 sell 佢哋買嘢咧，佢哋就唔信嘅，佢哋就覺得佢係呃人嘅。但係咧，佢哋喺電話入邊冇見過真人嗰個咧，佢就反而信嗰個人喎，又覺得嗰個係佢嘅愛人喎，又覺得嗰個係投資專家喎，即係點解會係咁咧？正如好似我哋明明你係買保險，點解你唔係直接幫保險顧問去買，反而你會覺得喺銀行隔山打牛咁去買係會更加安全咧？其實有陣時即係我都係唔理解嘅嚇。咁我當然同意保險顧問都會有流失嚇，即係都會有人離職嚇。不過我唔覺得銀行嗰個職員係一定喺保險方面專業過、可信過保險公司入邊嘅顧問咯嚇。咁同埋大家嘅監管都唔一樣啦嚇，銀行就有銀監局啦，我哋有保監局啦，大家嗰個即係監管方法都唔一樣嚇。咁冇話係邊一個係好嘅，只不過我有陣時就係覺得買保險冇揾保險顧問去跟進咯，即係我都覺得好合理啊。但係如果你話我買保險唔係揾保險顧問，揾一啲 broker 或者揾一啲銀行嘅人根本唔屬於嗰間公司嘅，其實喺跟進服務裏邊咧，事實上又係咪咁直接咧？會唔會有難度咧？我覺得大家值得去思考呢個問題嘅。咁我哋咧有一個 WhatsApp 群組啦，咁喺片尾會有 QR code，不定時我都會有一啲資訊啦，放喺群組嘅。咁我哋群組咧就唔會俾大家傾偈嘅，只係我發布資訊嘅啫，咁如果大家都想收到呢啲定時 update 嘅資訊，包括係任何關於財富管理嘅資訊啦，或者強積金嘅資訊啦，咁都歡迎大家可以加入我哋嘅 WhatsApp 群組啊！下次見。